阮爸爸讲，因用圣诞老阿伯会来我的房间送礼物。真正假啊？莫甲我骗哦！我嘛想要看圣诞老阿伯。好，今晚咱就来抓圣诞老阿伯。好。来哦，房间的每一个所在拢来检查一摆哦。看清楚哦，无人袂来吼。无，有人无？无。好，所有的窗仔门拢锁起来啊！好，我相信哦，我试互恁看，有无？就安尼。哎呦！别紧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窗仔门拢锁起来了，应该无人会当入来，对无？完全无可能的代。除非是圣诞老阿伯。好，今晚咱做伙去甲门甲锁起来。好。但是伊敢知影我想要爱的礼物是啥？我惊内底伊藏一粒馒头呢。为伫样就知影，对无？对啊，安就知影。你听，有声音哦，免头，你听，刚来啊！进来啦！好啦，你开。可以，开啊！我开了。就乖诶，老师，恁看啊，老师啊，实在就水耶。即马咱下那要来听礼物啦哦！你要摇看卖内底是啥物无？你摇看卖无？啊无，朴叔你先讲哈，你摇看卖。应该是太空人。恭喜太空人。你有看卖啥物？我有遥控车。你想要遥控车无？还是你家己来跳看卖？好，你准备好准备好未？我准备好。我开啊。好。哇！安那有介意无？有介意无？我上介意啦！哇，我想要当你了安尼。安尼你是好啊袂啦？我去电动的找无啦。弟弟啊，你要找什么电动的啦？安娜，来摕去，这支吼先摕去用，吼。这洗袂清气啦。连到这个找啦，你袂付啊？你是好啊袂啦？你动作嘛较紧呢，我要去上班啊啦。这支要歹用啊。我钱啊，你看你倒顶哈，啊去学校
432公斤的金蕉，每6公斤低1箱，刷来卖出去66箱，安尼阁剩几箱？这其实真简单，若是甲算式安尼写吼，咱就会当甲2条运算甲做共一条。唔该注意哦，这个算式爱记你生成图后加减，安尼恁算看卖咧。即马是几箱？廖主任。你是够啊，是了。是够。敢有确定？半来阁无专心，下课来找我。即马要跳枪，对这对好讲唔了。你这吼，无到10几年啊，拢母袂好啊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听我讲一句吼。今仔我谢立德来到这，就是要替大家服务的吼。这电话条的代志吼，大家放心，我绝对会处理甲好势好势，好无？大家对我有信心无？有，一定有啦！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来，大家先来翕相，大家先来翕相，来，翕相翕相。会使徛到我，这徛到我无要紧吼。来，B 站吼，来。徛到我无要紧哦。来，代表咱看正哦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。我感觉这是最适合你的呢。即马我有咧做犹太哦，是圣诞节才有的犹太哦。这拢是我拄好帮你用的，你看，这是阮卖上好的粉底，我拄好帮你用啊。敢有遮厉害？我看起来甲我之前用的嘛差不多呢。哪有可能？阮是足济彩妆师指定的牌子哦，是足专业的彩妆牌子哦。哦，这遮贵呢，3500。这遮细罐，这拢是我拄好帮你用过。你看这济项，啊，伤贵啊啦。无安尼啦，你替我拍5折，我就摕2罐，袂无？这是上犹太啊。一会有人敲你啦，你先去食。什么物啊？搁找无啊啦？我咧上班，我当然帮你找好不好？你啥物时阵要倒来修理电视？你妈妈无伫的时阵就会使啊。后摆下课的时阵，你莫来遮关吼。会使啊，但是嘛是爱你妈妈同意啊。数绝去，我用普通的起边仔就好啊，毋免专工去买。你带我转去就好。袂长就要到啊。哎呦，这离婚的这种代志哦，毋是遮尔啊简单的问题啦。啊，无你讲是啥物问题？啊，这两个人正情拢足适合的，啊，但是时间若久着，为什么一开始真适合，了后就无适合？人拢会变啊。顶摆啊，你的生日礼物内底毋是有欠一寡物件，拢伫遮啦。顶摆生日你无转来，即届圣诞节你会转来吼？哎，对，内底阁有衫，你试看卖。若是寸笑袂效，叫妈妈带你去换啦。啊，发票拢伫咧内底。所以你今年袂转来哦？连圣诞节嘛袂哦？你毋转来，阿嬷就会直来啦。你看阮2个查某囝，即摆一个离婚，啊一个伫咧外国，无路用啦。你好命，身体勇健，嘿，照。安尼叫做好命，啊你都毋知咧。我即双腿吼，天气若变吼，就开始疼啦，无度啊。你有食即个营养品啊？我哪有时间熬去食这营养品啊？来，哎呦，你孙哦。我去啦，无咧嘛，叛逆期啦啊！其实吼，我感觉离婚，这是啥物大代志？对啦，你若是这么习惯，歹势啦。
我有代志要处理哦，我先来走。真的？嘿啊。议会若有啥物需要，我斗相待吼，你再甲我讲。好，谢谢，我先来走哦，真正好。是安怎甲咱兜的代志讲互别人听？什么咧别人咯？伊是恁大进步安尼。而且我安尼讲吼，伊着歹势甲咱起厝势。恁大人就干呢？对啦，你讲的拢对啦。毋是共一组的啊。头壳会讲无哈？没。袂得好。之前毋是讲会当买一副送一副，阁有整算啦吼。我即副已经了钱互你安尼。我就是讲，咱之间的交情毋是安尼算的呢。恁舅仔进前讲爱阮斗相共，我嘛无加讲啥。啊无即句的吼，你阁订一副啊，我送你啦。迄句哦。这副，我想要这副。这副好，好看。迄副哦。会用啦吼，真好看呢。小凯，你有搞哈？好啦。这副啊。这副啦，好啦。我算一个哈，哈。哎呦。双脚踏紧较快。我了。囡仔，紧转去啊啦！阿伯要锁门啦哦。好啦。好，拜拜。博士来。哦，你遮认真了，使出国比赛啊？一定啊！来，这支进来比者。好，你比哦，哎呀，别人看卖者，别人看卖者。红不让的。哦，主持100分嘞！厉害！你上好吼，拢甲我伫外口拍，你厝内底有名拍无？你爱负责。哦。博士高读册，对啊，拢到100分嘞。阮当阿英啊吼，读袂出一个所以然啦。哦，安尼诶，来招募啦，博士啊，你等下就去阿勇表演斗去教因阿英啊。我无写功课呢。啊，你功课免写，你已经拢会晓啊，你好听唔对就要。你是咧白讲啥物啊？啊，功课哪会当无写啦？哦。啊，恁地啦，啊，毋过你写完了后吼，去是专用病院头遐啦。啊，看伊有啥问题无？你甲大家，知无？啊，但是我写完我是要练球呢。兴趣免浪费遐尔济时间啦。那安尼我要创啥？啊，做一寡袂浪费时间的代志啊。先写你的功课啦。在台积电等大型电子全指股领涨下，中场上涨276.04点，收在13576.6点。听音乐哦，你注定爱失败啊！成交金额1884亿元。啊，当作唱歌听啊！每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高2.2.91%。因讲什么创业啊？这梦想啊！讲是假啊！人偏上高啦，知无？确立的态势，加上地缘的政治，主办合约大佬，估计就超过40个研发人员。眼前所增加的环保绿能相关工作，被外界看好，人才这嘛是假，这嘛是假啦。不太够，可能有很多人拿不到礼物。哦，吼吼，这个上假啦！骗恁遮的囡仔人啊，自细汉骗到大汉吼。路上出现了水果奶奶，
但是我过年明明就有看到伊，我是亲目睭看到的。啊，你确定？我确定，你相信我？我啊，爱做啥？我来赢，你拍拼会知行行的啦。好啊。好啊，我一定赢啦。可能有很多人拿不到礼物啊。遮认真的哦。爸，我转来要甘蔗，剩8个人才会转来。真的哦。我骗你创啥？啊惨！我拄则试过，嘛是袂使啊。哎呦，你迄电视哪安尼青变变？袂是咧看啊反大咧？你修理袂好啊啦，你修理较紧啦。啊袂啊！啊袂，好，你慢慢修理，我看你偌熬咧。哎，姐，你拆一份同意书啦。来，新的摕去，莫搁找啊。我等一下再搁找啊。无几步啊啦。电视是干哪？伊拄仔有甲我讲过的方法，我才试看卖啊。较因会好好讲过无？无时间啊，逐工上班上到即马，你看我物件哪袂整理呢？无闲气气。为伫迄你家己囡仔，你家己去处理。这款代志哦，我袂做歹人。哎那，电视若是修理袂好吼，咱换一台新的啦。啊，修理会好啊，爸爸拄则甲我讲过的方法。恁爸爸根本就袂晓修理电视，伊的方法无一定是对的。为伫我会甲伊修理好，我无爱换新的。来，你换过来，你换过来，我看下。啊，无真正好无？进前袂修着好。哎，歹势，借问一下，真正敢有大领的？我帮你查一下。好。恁进前买真正白色的，较无胎哥。你哪会变来变去啊？什么啦？你是安怎？真正无回呢，可能爱调回哦。是讲我若无找发票，该当换？阮公司规定一定要发票呢。因为真正衫是因爸爸买的，伊都毋知影怎放性地啊，买物件也无互我发票，我是要怎换？恁是安怎要变来变去啊？你这么什么态度啊？是安怎要搬厝？是安怎要寸笑袂合？连乐高嘛毋是共一组的。我爱换莫换，歹势，我无爱换。即马咱现在要来拆礼物喽！你要摇看卖内底是啥物无？你摇看卖无？啊无，朴叔你先讲哈，你摇看卖。应该是太空人。
准备好了未？我准备好，我开哦。好。哇！安娜，有介意无？介意无？我上介意啦！我想要逐年拢安尼。因啊，今日足欢喜的呢。加在咱有做伙去垦丁一撮。甲因仔答应好啊，要带伊去吼，要念一世人。才阁有一寡因的衫呢。你扛的就好啊，我等下再整理。伊拢无改变，是共款。白色的本来等下分开洗啊，啊不轻易就白色，就歹处理。啊，前几工哦，我甲个结局改啊。我是想讲哦，大汉对咱主角来讲嘛是，毋知是好还是歹啊。爱互伊知影，伊只猫仔死去的代志。哦，我袂记你真正写的结局是啥物啊？嘛是啊。本册嘛毋知影敢有人要伫，我只是想要甲伊完成尔。我要休困啊，你要先回去无？敢会当搁再试看觅？即开去垦丁，是因为房间订好啊，要当退，啊嘛甲因仔讲好啊。连工我来甲电视修理啊，吼。毋免啦。阮搬去新厝，电视无一定会搬过去。好啊，好，我来去啊。我敢若讲，我想要知影迄红，阮爸爸到底有做啥物骹手？啊，即个意思毋就是生老爸是假？生老爸是真诶是假？哎，生老爸真诶是假？哦，莫吵，恁创啥？伊讲无生老爸啊！我敢若讲，我想要知影迄红，阮爸爸到底有做啥物骹手？所以咧？这个意思毋就是生的老阿伯是假的，但是咱明明拢是做伙看到的啊。是，你为虾米搁要舞一届啊？恁爸爸妈妈毋是拢离婚啊？我讨厌的代志变来变去嘛，我想要保证这个代志伊白白。你要证明互谁看啊？无啊，我阿嬷、我妈妈、阮爸爸。
是你家己安尼想，应该有安尼想。不过，若是恁爸爸妈妈会当和好，嘛是真好啊。啊，恁要参无？啊，你不想参？参一卡啦。哦 ，OK 啊。啊你咧？为什么？我就不爱啦。阮爸小甲只爱叫的。恁爸爸欠名字哦。是阮阿姑啦，阮爸爸是替阮阿姑借的。恁阿姑欠钱，恁爸爸靠别人的把小，这么公平？若是我一定出袂出。但是我是想要相信，阮阿姑有一天会成钱。唉，太平凡了。我这认真的好无？歹势，啊你讲这甲咱买母的有啥物关系？我甲伊相思，若算咱老阿伯是真的，我若赢，伊就会过来趁钱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你阿姑嘛真无路用呢。是安怎讲？家己的尻川，搁要等别人家己饲。你哪会当安尼讲伊？哦，歹势啊。你创啥啦？就是迄个那配目镜啦。你伫咱兜有遮久诶？我饲规家伙也无问题，我逐个月都来饲伊哦，哈！你够可怜啊啦，莫安尼。你偌可怜啊！你是偌可怜啊！你莫安尼杀心坑来啦！你莫硬赶出去，我等人请转来。你可怜哈！好脚好手会去自杀，这摆啥啦？换我来自杀还唔好啦！你不换我自杀，我死死的啦！哈！莫安尼啦！你偌可怜啊！先甲杀坑来啦！你是偌可怜啊！你扣啊！你拢讲扣倒来，我慢慢会转来啦。妈，阿姑你倒位啦？我哪知啦？伊前几工甲我讲，伊朋友找伊创业。搁咧喊命啊！伊个。歹势，好妈妈，上好妈妈来。哎，好，你讲给你听。好。谢你哦。好。遐是99，你是有咧认真无？有啦。WTO 模式，中国加入之后，台湾才能以个别关税领域名义加入。记者朱凤竹、齐昌综合报道。好，回到现场，我想各位可能也很关注的一点就是，如果要加入 CPTPP， 来，咱做伙来看后一条。即马有2粒鸡卵糕，每一粒制作5块。啊，明若食3块去，2粒鸡卵糕剩几粒？因为鸡卵糕逐粒拢制作5块，所以咱爱伫分母分母这个所在写5。那呢问题是顶悬的分子爱写偌济？会记哩无？啊，明食3块去啊，分子才爱写3。安尼就变做2，甲扣5分3起来。莫搁等啊！安尼安怎算？真简单，咱嘛甲2改写做有分母的就好啊。甲2甲分母的5相乘，咱就会当得到分子的数字，就是10。安尼算式就变做5分之10减5分之3，10减3剩偌济？去你工厂啊！咱若毋是要去佚佚最后一届哦，即马剩几粒？来，即马剩几粒？嘿，安那毋讲话，啊毋是真高铁。我甲伊行这条诶，因为这条无够对毋对？对
哈，什么狗？这不爱甲你讲。哦，什么狗啦？嗷啦！什么狗啦？哎那，你以前迄个锁匙，佫会当用无啊？是死的，是活的，拜就对啊啦。咱哪会爬查某的房间？唔歹吱吱的。迄个时阵，头门明明拢封死啊，门冇锁的，是要安怎入去捡礼物？无咧卡，上开始就有人伫内底啊。阮兜进前边即马开会看雨，咱是来调查的啦。但是，咱毋是拢找过啊，啊人是要哪理？嘛对吼。你讲是圣诞老阿伯嘛？你照我就照你。好。我明明有关头仔门啊。应该啦，紧落来，恁阿姨要甲你讲电话，讲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哦，我来啊。你啥物时阵要转来啊？你约看卖啊？明仔载。哪有可能遮紧啊？上紧嘛后个月。哦，不过我有听讲，咱妹妹表现了足好诶，对无？有啊，我要考100分哦。安尼阿姨后个月倒转来，带你来去路行。真的吗？我要去路遥。耶，多谢阿姨。阮即摆要困的布房哦，是足大哦。那你来倒。咱这会打。是安怎啦？创啊，死囡仔！什么态度？这个吼，会当较薄，啊较自然。啊，这种诶，这色，这色较适合你。安尼哦，好，拍先看嘛。一个。哦好。Karen。我来帮你介绍啦。哦，安尼好。我先出去一个哦，就要紧了啦。我等下再甲你讲啦啊，较细腻的啦。好。你看。来签名。歹势，先抓个人招者。因拢来啊，是毋是都有机会啊？做啥？一个啊。哎呀，莫免啦，无遮尔严重。啊，囡仔最近有啥物无共无？意思是恁兜有发生啥物代志无？一般来讲啦，囡仔有这种行为，一定有受到啥物刺激还是压力啦。应该是无呢。
阮两个离婚啊啦。哦，安尼我知影。你好，我是丁小姐的爸爸。我伊妈妈啦。哦，伫遐啦。歹势啦，阮囝阁想聊什么？现在传一哎，慢点啦，慢点啦，行了，慢啦，慢啦，行了。我讲咩啊你啦？贵啦。我来修理也毋是拍遐会歹去啊。走啦，我无爱。走啦，我无爱啦。啥物啦？电视都歹去啊！你是咧创啥啦？我修理会好啦。你是安怎修理会好？你当时修理会好？你我爱讲几届哈？迄拢是假的，这拢恁爸爸甲你骗的。你遮大汉啊，你阁毋知哈？我无这大汉，我这4年啊。你已经4年啊，你应该要知影。来啦，我甲你讲，恁爸爸哪用的？我不爱啦，我不爱啦。你过来，我甲你讲，恁爸爸是安怎用，因拢是甲你骗的。你到底是要爱啥物啦？我相信只要圣诞节无变，爸爸就会转来。你若袂无欢喜，咱就会使较再共款。安娜，是的啦，我应该较早甲你讲的。爸爸以后袂甲咱做伙过圣诞节啊。是的啊。还是。
根本无人要买。所以我才会去使 Uber 啊。啊，妈妈毋是有介绍头路你？在迄办公室呢，我坐袂牢啊。而且我阁有小说要写啊。小说甲阮上较重要。这袂用背一吧？我要转去。我载你啊。免啦，你先去使你的有无？阿燕，迄当时哪无经我甲你斗阵大？我甲你保持啊。我敢有互你看过我进前去试镜的影片啊？有，我看几啊届啊。我就咧想啊，是安怎梦想甲现实一定是冲突的啊？对我来讲啦，我感觉梦想甲现实本来就是两件代志啊。像我较早安怎？我高中咧就最爱翕相啊，爱直到大学我去读平面设计，啊了后我就一直梦想，我想要做一个摄影师，所以我就一直翕相，一直翕相。啊有一届，我的教授看到我翕的相，伊就问我讲：“啊，这拢你翕的哦？”我就点头，伊就讲：“哈？非得后来我就无继续翕啊。无的确，翕的时阵，我就知影，这就是我的现实。哎呦，无的确，伊是感觉你翕了就好诶，你想伤多啊！非得吼，若是有机会搁互我撞到伊，我特别搁问我清楚，伊迄句话，搁有迄个表情，到底啥物意思？足暧昧。恁先去买圣诞灯，我转去搁想看卖，咱到底是倒位无注意到？应该无啊。咱毋是甲迄天所有的代志拢先过一遍。啊，要归去问恁妈妈。你白痴啊！哪有人要互人 surprise， 搁甲人问的？我嘛是吼。咱即摆主要有几个问题：第一，礼本是安怎伫咧内底？第二，台湾门外口的圣诞老伯阁是安怎？看起来是愈来愈可能。阮个大号查某囝吼，就一直咧闪避啦。即摆囡仔哪有伊想的遐尼软食？你讲对无？嘿啦嘿啦。你阿妈安尼才讲拢来，咱讲真正会顺利。馒头讲的嘛有道理，圣诞节拢就不到。因愈无想要下知，我就愈想要知。你做查某囡仔时阵哦，迄钱拢无看伫眼内呢。即嘛知影，迄钱真重要。你做囝来，歹势。啊。Anna，紧的啦。先怎？安尼这慢啦？
行迄只狗对无？知影啦。哎，免啦。哎，拜托一下啊！哎，狗安尼直直吠，你嘛小管一下，迄囡仔会惊着呢。啊是有甲你夹着哟。我互你夹着，我都袂帮你煞啦。无夹着，那恁就是无代志啊。啊，我若摕一支枪安尼甲你比咧，啊，我无开枪，啊，你会惊袂？啊，你嘛无代志。你即马咧讲啥？我囡仔互你惊着啊啦，互你狗惊甲安尼呢？惊，免惊。阿妈伫，免惊，小管咧啦。迄囡仔逐个安尼行来行去，叫警察甲你报。阿妈，你遐找有无？1块好啦。好啦，莫扯啦，哎呦！安尼一支起面啊尔，无得开倒一工哦，伊就家己就走出来。好啊，要找着啦。诶，这是啥物？你看啥？这。哦。你妈妈少年的时阵哦，拢爱翕遮有诶无诶啦，看无啊。做了影书有趁钱无？点影书？你看翕甲安尼要做啥物点影书？恁妈妈哦，嘛毋是生来就通做妈妈的，有当时啊嘛足囡仔性。伤贵啊吧？你毋是进前才互恁爸爸扣收费尔？就算讲无扣，人会袂去。好啦，安尼咱才阁想办法啊。欸，干啥？我一直才想要问你呢。啥物？你毋是上开始讲毋参？啊，就好耍嘛。毋过看你讲啊足认真呢，你相信圣诞老爸？我到即摆想要相信，但是啥？阮阿舅啦。以前大家拢讲要甲阮阿舅翕相，我有甲恁讲过，因今年自杀无？有啊。啊，咱后咧？我感觉你以前讲的足对的，我想要证明我甲伊无共款。550块。毋过我家己也是想要证明受伤阿伯。我有发现。欸，关啊！你看，你嘛甲我想的共款。你看，有想迄天会咱看到无？哦，对吼，敢若看到影，恁就会受着，恁根本就是天才。无啦，普通啦。若是伫厝的顶遐照过，会使去购买咧哦。但是，迄支手电仔有够力无？咱会使加传几支啊？阁有一个问题，是啥物啊？迄天暗时，咱明明甲所有所在拢封起来，内底无人，安尼礼物是谁送的？这是安怎？
唔通学爸母哦。我哪会这讲啊？明明顶一届就应该输掉啊！恁拄仔讲的声东击西我知，但是到底什么是视觉死角？顶届转去，你毋是秘伫后壁？哦，视觉死角，我知啊。迄暗，阮爸爸胃疼跋落，咱拢过来关心伊。啊，若这个时阵有人秘伫后壁，然后咱离开的时阵是阿英的爸爸最后关门，所以无人会发现门后壁有人。迄个人就会使趁咱困的时阵，开窗甲礼物插入去。但是，迄个人到底是啥？敢是你阿嬷？你安怎啊？无代志啊，只是感觉原来这简单了。敢若有一种人嘛变大人感觉呢？大人原来想遮尔济哦。高炸，高炸，这是你的。哇，真好哦。好哩。多谢。迄拢是你翕的？嘿啊，我足久以前翕的啊。我感觉这张真好看。你喜欢这张吗？嗯。我嘛喜欢这张。你感觉我可以当做一个念名师？你还想遮久啊？我感觉会使试看卖，但是你即摆拢已经有头路啊。嘛是啦，恁阿嬷讲吼，你吼已经有一个写小说的爸爸，啊是连妈妈吼拢去做念名师，啊你毋着枵死，对吧？做念名师，你会比即摆欢喜吧？安尼敢袂伤自私？毋知呢，啊毋过你若欢喜，我嘛会感觉足欢喜。我出门啊。好，较细个哦。拜拜。拜拜。你莫遐吵啦，今日内底写功课了。这个。所以咱若等咧干事若创好了，雕塑厝迄就掠会着啊。即摆最近我看一下啦。最近啊，我这囡仔一只咧爬车咧，较早。朴叔。朴叔。所以咱干事若创好，路顶创好了，这个啦。报警才甲掠掠去咯。这条我看一下。红线路顶，
你咧想啥？我问你哦。我问我小困难了，我袂晓。无啦，我是要问，我敢毋适合讲句？是安怎讲？你看你的手顶管拢是黑澄澄的。你讲这哦？这就是因为你足拍拼呀。对，我真拍拼，一定无问题。即马竞选开始。过手。17、24、好几桌。阿长，讲啥？你平常安怎练的？啊？我嘛想要讲棒球。教人教伊走较紧个啦，伊走伤慢啦。准备开始后勤的排下，请各班带队前往运动场。有人，等，走，进来。啊，朴输人嘞，伊去选球队啊。你感觉你做这应对好好？我唔知呢。若是你搁较安怎拍拼，爸爸我就像你学的共款，你会搁较艰苦无？你即摆问这是安怎啦？我就是咧想，咱是毋是一开始就爱甲朴叔讲，伊的球拍甲足歹的，伊就袂去选球队啊？这甲我爸爸妈妈是两回事。但是，好啊，莫搁讲啊，足烦的。我准备好啊。我嘛准备好啊，我要开啊哦。哇，真水！
馒头安怎了？红一个啊。有代志就好。啥物叫无代志？伊爸爸妈妈毋准伊甲咱斗阵耍。伊哪管会着？伊可能会转害，你知影无？讲好今仔日要去阮兜试看卖，你为虾米无来？你是咧歹啥？关我啥物地带？球队说无调就无调嘛。你咧？若是你母生咱一兄代志，结果恁爸爸妈妈完全无介意，而且也袂和好，你会安怎？我袂安怎啦？尻川啦，你哭死！那安尼你有哭死无？我来讲啊，问题是你爱有这个态度呢？阿金，歹势吼，即届囡仔造成大家的困扰，吼，阁麻烦你甲厝边隔壁安尼解说。哎呀，真正是电话条啊，进前就出代志啊，毋是讲因为阿贤的关系，无人知影到底是啥物原因，你免想遐济啦。多谢啦，这一点仔心意，你收来。这功夫错啦，你收来啦。这个就歹势呢，麻烦你安尼。哎，这客气。好啦，你若有啥物需要，我斗相共来尽量讲。好，我先来倒啊。好，厝遐个代志。多谢哈，多谢哦。我紧啦，你顺利哈。好。妈妈。安娜，你困未去啊？来，过来。拜谢。本来就无恁的地带啊，电商本来就是歹去。妈妈，安娜，我若我想要做的代志，会互别人感觉足麻烦，也是讲知影会失败，是毋是搁轻莫开始就好？我嘛毋知呢。你毋是大人，毋是讲大人就啥物拢爱知啊。我再讲，你着爱试过了，你才有资格讲即款话啊。安娜，啥款啊？我感觉你安尼讲的时阵就水气。敢有？再来啊！行，甲我困吼。你找我怎哦？
无啦，我拄则伫内面甲你拍招呼，你拢无看到。是哦。我是要来甲你讲哦，我即摆考试有进步足侪哦，阮老师都抓准讲我作弊。老师抓准你作弊，你阁遮尔欢喜？因为老师找无证据啊，而且我知影我会进步，拢是因为你甲我斗相共的。无啦，嘛是你家己轻读。无啦，我较早嘛就拍拼读册啊，也毋过拢读不晓。就这代志，毋是轻拍拼就够。所以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其实你足够的，选袂着棒球队，又无代表你一定要退下棒球啊。迄个敢毋是你的朋友？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吼，即马台北市吼有一个扎根台北的计划吼。啊，咱为着要锁即支电话条，实在是真辛苦啦。四界奔波，四界走走，开足济足。你话因安尼继续落去啊，万一失败咧？啊，毋过咧，即支电话条失败就失败啊，这是想要做的。搁较安怎？想清楚咧，嘿，你看，咱今仔日这大厝，就是要互你看。迄支电话条是恁囝共创歹的。哦，我相信咧，讲到即支电话条，大家啊，真正是为百岁。我就是想过天生你啦。我谢你的嘛，真细汉，你爱创啥就创啥。是安怎？阮妹就甲你无共款。你行路吼，安尼一步一步安尼往哪行？啊，你即摆话成功咧。你甲拜托的好无？每一工到晚拢讲摕阮两个做比较，我是我，伊是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恁吼拢家己想法啦，拢真够啦。安我啦，我想我阿爸啦。无安尼讲好无？啊，无选啊！你即摆拢免听我的话。无解决，受害者一项换一项，我即摆了解因仔的心情，我知影伊希望啥物拢莫变。是安怎？安全用电。而且你讲我啥物，我无咧听。你讲我叫我身顾巴肚，啊吼，好好食头路，莫想迄有诶无诶，我有听。是你家己我翕相的哦，你莫怪我哦。到底什么时阵才要退名服务？我若想到这，我谢你，我真正。心就痛。刚讲咱台湾的政治，搁再讲，啊，万一囡仔若是成功，这嘛是我，即摆是安啊，你甲会上，有遮尔济压力，敢会搁再斗阵？一定要出来选的原因。啊，好佳在有大家的支持，大家的牵涉。我毋知啦。我谢你的。什么你毋知？当选，替大家做。是一直甲你吩咐，我毋通想空想芳，莫互安尼甲你共款啦，较实在的啦。唔好浪费大家时间，加做。你拢听无哈？我是我，囡仔是囡仔，这一项换一项。伊是我定下第一载的人客啦，叫做佳佳哈。你是讲伊家己叫有无？伊妈妈。伊几岁？是做啥物头路？你会当伫遮问我？恁咧交往哦？你放心啦，无安怎啦。即摆咧想啥？惊讲以后，等下变甲无共哦。啊，圣诞节我敢会当倒去。
咱继续啦，即摆咱莫为别人，咱嘛舞遮尔久啊。对啊，即马放弃，敢若接袂好的呢。我卡拢习惯的啊。毋过你爸爸妈妈毋准你甲咱做伙啊。就算讲要转学，嘛是圣诞节了后的代志。而且我若要转学，你真正无爱甲我做伙过圣诞节哦。放心啦，咱才斗阵想办法，互馒头圣诞节使来找咱啊。好啦，继续啦。对啊，继续啦。好啊。阿妈，你会使帮我斗相共无？我想，伊应该会介意这个圣诞礼物。歹势啊，等我搭车。我饭当煮好。哦。差不多当食。物件凊彩放落去。哦，好好。安娜。试题无？哦。你当洗手。哦。你吃，你吃。爸爸，你今仔日要伫遮困哦？应该是应着。咱是食白饭啊，加一寡菜。就不过食这，就好点。加只寡。再看看了哈。爸爸。顶个这个姐姐，甲伊妈妈，敢有人陪因过圣诞节？啊，洗去哦。你咧倒啊，摕去食食咧，哈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
因衫的吼，已经试过几啊届啊。我知影。敢要互因搁继续试落去？就试看卖啊，到时个代志，时到才搁讲啊。来，你去休困啊，请我来就好。嗯。弄这昂上来。干嘛呀？来啊来啊！爸爸妈妈，明天紧起来啊！紧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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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开啊！好，开。是你的圣诞礼物。恁看，圣诞老伯啦，恁看。离开啊！圣诞老伯离开啊！哇！哇！妈妈，你无欢喜哦？人也足欢喜的啊！听讲哦，这圣诞老阿伯嘛有礼物要互你哦。来，讲嘛。来，你看。圣诞老阿伯送的礼物，哪会使凊彩家卖掉？阿豆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是新的，你的太空人。有介意无？介意啊！你过来啦！你过来啦！新年快乐哦！是佳佳音啊！
我紧啦，我等下才回就好啊。你就加回啦。我回去，等我一下。你哪会叫因去回？圣诞节嘛，大家拢想要过圣诞节。你合体啊？你有入面啊合体啊 ？OK。我要搬出去住。真正诶？啊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朋友咧做 LED 灯啊，你听斗相共。是毋是电视顶头讲 LED 灯最好赚？毋是啦，这个是人请的，啊上无过会当赚1点仔钱啦。我看到你仔囡仔有圣诞节的代志，遮尔拍拼，啊我感觉哦，佫弄落去哦，去互恁笑啦。所以你无要相信梦想哦？过来趁钱甲梦想，敢一定有冲突。我呀，真正大馒头呀！你别搁自杀啦吼！有闲哦，等来看你啦。啊，毋过哦，我创起会少无闲的啦。听伊咧拽。怎咧？啊！我来走啊！梦想搁咧等我。啊哈哈！再会。拜拜。真的袂记走哦，奖啊！你看这本啊。多谢多谢。多谢。笑什么啊？昨想我困啊啦。而且你嘛无倒手，你袂使笑啦。对。我毋是咧笑这啦，我是笑讲哦，我已经足久无看到恁两个人安尼啊。可能咱即摆安尼较好哦。是我做了无够好啦。你看，你妈妈脚定定是咧救人无？是哦，伤辛苦啊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也是有人要坚持继续小手术啦，安怎法度？无啦，这是我伤过自私啦。真诶，袂比一啦。哦。安尼哦。拜拜。拜拜。谢意啊。馒头，放手。老大。爸爸妈妈，多谢恁替我准备的圣诞鸡脚啊！好。啊，伊是咧讲什么啊？多谢什么？对，多谢什么？好啦，来上班咯。啊，你功课有写无？哦，有写。啊，你咧？你功课有写无？